顺行就好啦，我顺行顺行。官女也出现，特别甲百姓来讨税金，奖钱摕自保盆来救助，厝边剧情，互大家小朋友看甲真入迷。这出戏是南洋故事人协会所演出的《财神来了》，要互台语上下十斤。我感觉这出戏最好看的，希望后一届伊搁来表演。演员伫讲台语，我会学足侪台语的。伫阮的校园内底咧走吼，足侪囡仔拢袂晓讲台语，也是听无。所以我感觉阮有即个机会，就是台南市教育局有即个机会，有即个台语的巡回列车，互阮来校园内底安尼巡回是真好。因为囡仔透过即个戏剧的表演吼，伊会跟阮有一寡吼做伙联系啊吼，也是互动的部分。我就感觉这嘛是一个推广足好的方式。戏剧内结合一个俗语和流行舞蹈的元素，今年协会第3档和教育局合作，打造定水式的舞艺体验环境。即讲伫通县角色的演出当中，还有2位新义角色的演员用练等的台语来演出。即摆的囡仔做这讲台语的，所以我希望我会当借这个戏剧来，互小朋友有兴趣讲台语。透过这戏剧啊，伊会当看一寡角色伫遐讲台语，伊生活中接触到台语，其实对因来讲啦吼，嘛是一种真无简单的学习体验啦。目前剧团伫台南市内10间国小做巡回，协会希望未来有机会会当去外县市表演，互台语传承落去。台南新闻小台采访报道。